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6篇，以赛亚书第9章第2节到第7节，提多书第2章第11到14节，路加福音第2章1到1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公义与平安。今天是平安夜，12月24号。我们要思考平安夜的意义是什么？其实现代人已经很少去思想这件事情了，特别是在节庆商业化之后，圣诞节俨然就成为了百货公司大促销的节气了。因为呢，家家户户都需要买礼物，疯狂的大采购，让商家的老板欢喜过年。然而，这并不是平安夜或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。根据福音书中2个耶稣降生的记载，马太福音第2章的记载，福音是给外邦人的，也代表着接纳。就如同我们在12月21号的读经分享里面我们所提到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，都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成为了上帝的一家人。路加福音第2章告诉我们，福音是展现了上帝的公义。福音首先传给了在黑暗旷野中的牧羊人们，那些被排斥的社会边缘人。耶稣基督降生的平安是赐给了所有愿意接纳的人，当然包括那些被排斥的社会边缘人，以及所谓的外邦人、博士们。问题是，你我是否接受了这个和平的福音？牧师这样问好像是多余的，但事实上，我们基督徒需要不断的被提醒，平安以及上帝的公义是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彰显，或是我们仍然只是活得像犹太教的人一样，对于那一些我们不认同的、不喜欢的，是跟我们长得不同的人，我们总是排斥甚至恶脸相向呢？让我们自己想一想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平安夜的平安与公义就不在我们当中了。诗篇96篇以及路加福音的经文都提到了颂赞上帝。在迎接平安夜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抱持着颂赞上帝的心情。这颂赞上帝的心情就如同那一群在旷野暗夜里的牧羊人们，他们听到了天使们的报佳音后，就兴高采烈的一边赞美，一边迈向伯利恒去敬拜耶稣。不但如此，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所到之处有这么多的牲畜跟着他们，有这么热闹的声音，真的主降生的福音就被广传了。赞美上帝是让我们心向着上帝，顺着上帝带领的方向勇往直前。无论所面对的是如同犹太人等反对的人士，或是如同希律王这种有害人之心的人们，
牧羊人以及东方的博士们都朝向上帝所指引他们的方向来前行，因为他们深知上帝必然将他的公义和和平赐给跟随他的人们。新约提多书第2章告诉我们，因为上帝拯救全人类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了，这恩典训练我们弃绝不敬虔的行为和属世的私欲，在世上过着自治、正直、敬虔的生活，等待我们所盼望那蒙恩的日子来临。那时候，至尊的上帝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要显现。基督为我们献上自己，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子民，归属于他，热心行善。再一次的提到，基督徒不仅是要领受上帝的救恩，还有这个拯救的恩典，更要如同牧羊人，还有这些东方的博士，他们领受了主的呼召，他们一路上的赞美，他们欢喜，然后也将福音到处分享。就如同圣经所说的，使我们成为他纯洁的子民，归属于他，热心行善。这里明白的提到，耶稣基督降生为世人献上了自己的生命，这个目的就是要给凡是归属于他的人们能够热心行善，而不是只有追求独善其身。也正如同路加福音第2章10到12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天使对牧羊人所说的话。圣经说，可是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，这消息是要带给万民极大的喜乐。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你们的拯救者主基督已经诞生了。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儿用布包着，躺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要给你们的记号。这个不但是上帝赏赐的救恩，更是给牧羊人们的呼召。一样在路加福音第2章接续的经文13节到第14节这样说道，忽然有一大队天军跟那天使一起出现，颂赞上帝说，愿荣耀归于至高之处的上帝，愿和平归给他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。上帝的公义和平安就是要透过基督降临到我们当中，领受平安的人们也要成为和平的使者，成为上帝公义的助手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96篇。你要向上主唱新歌，全地要歌颂上主，要向上主歌唱颂赞他，要天天传报他拯救的佳音，要向万国宣扬他的荣耀，要向万民述说他伟大的作为。上主自大，应该大受颂赞，他应该比万神更受敬畏。列国的神都不过是偶像，但上主创造了诸天，光荣威严环绕着他。
大能华美，充满他的圣所。地上万民都要颂赞上主，要赞美他的荣耀和大能力，要颂赞上主荣耀的名，要携带供物进入他的殿宇。当上主显圣的时候，要俯伏敬拜，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，要向万国宣布，上主掌权，大地坚立，不会动摇。他要以公义治理万民。欢跃吧，大地和天空；呼喊吧，海洋和其中的生物；欢乐吧，田园和其中的产物。那时候，森林中的树木要欢呼，因为上主要来治理普天下。他要以公义统治世界，他要以信实对待万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上帝在黑暗中赏赐耶稣基督，将和平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如同牧羊人以及东方的博士们一样的领受主的光照，在人生的黑暗中也看到希望，领受属天平安的同在。奉主基督的名，我们祷告，阿们。